好的，各位观众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立新邮轮保平星号，在11点多的时候已经靠近基隆港，即将准备停泊。那该船上面有1738位旅客，其中台湾籍的旅客有1709位，外籍旅客有28名，那其中还包含1名陆配。抵港之后，政府会派25名检疫人员上船检疫。那检疫会分成3道程序，会一一询问检查旅客的体温以及身体状况等等。目前初步的推估，预计要检疫的对象有70到100位，不过现场还是要看等检疫人员上船之后，才有办法确认实际的人数。